黃世志電視紅仔劇團再來好野團旗，水果三劍客精彩演出，趣味的劇情和小朋友看甲相當歡喜。和光山南台病院舉辦3號兒童親子布袋戲歡樂夏令營，今年以親子布袋戲為主題，吸引51位小朋友來參加。這呢不僅是台灣傳統文化才藝的學習，更是結合3好品德教育。品德教育的故事呢，融入在這個裡面，小朋友可以說故事，說出他自己喜歡的故事，說出他自己想要講的故事。3天的活動當中，除了結合新聞大師所提倡的3好運動，課程內容也豐富多元。小朋友不只學習布袋戲紅仔的操作技巧，也閣練習劇本口碑、假設轉寫、甲情緒表達，更發揮創意，親手彩繪屬於家己的戲紅仔，一步一步體驗布袋戲的魅力。怎麼拿木偶的方法，還有畫木偶的技巧，還有跟那個畫木偶的時候要用什麼筆，然後要怎樣畫。我畫的是兩津勘吉，而且台語有很多，可以讓我學到布袋戲的台語。布袋戲在我們台灣的文化是伴隨從我阿嬤那個年代，包含我們現在都一直流傳下來的。那我會發現說，其實布袋戲為什麼可以留存那麼久，可以成為大家一個很棒的共鳴跟回憶，就是因為它能夠把我們的生活演繹出來。暑假不只是學在家，和光山南台病院透過夏令營，和文化傳承甲品德教育做伙向下定金。台南新聞收回陳鴻報道。